不要！徐凤年不该死。你不该在这里。你认识我？你母亲是大楚3000剑士之首，我自然见过你。晋安王把我当作棋子，刺杀徐凤年，但是徐凤年并没有杀我，他对殿下真的不错，并非欺瞒诓骗。若不是两人都为你说话，你已经死了。殿下还活着，实在是天佑我大楚。是父皇求徐骁留我性命。就凭这一点，我可以饶徐骁一次不死。你真有这本事，这些年怎么从没去过北凉？兵者必时急需，北凉为兄弟，不可轻闯。你连皇宫都闯了，北凉之险，远胜离阳皇宫。你怕北凉？若知道殿下在北凉，我早就去了。殿下，这些年您受苦了。我其实还好。殿下看看还有什么要带走的？带走？带去哪儿？当然是随罪臣归楚了。西楚早就灭国了，可楚人犹在。这句话说的不只是你吧？当然，不仅仅是我。大楚幸存之士，已然汇聚蜀地。如今蜀地纷乱四起，这些人都是您的臣民，他们绝望已久，他们在等公主带他们回家。不行，我不放人。我没问你，他是我的。谁是你的？让开！他要将你，我没让。换成是你也一样。我曹长青要带人走，天下谁能挡我？两袖青蛇，李淳罡。我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，不用你说。您不是被留在卢家了吗？你以为我老人家那么容易被骗呢？你一直都在。对上卢白金的2刀，马马虎虎有点样子，之后就乱七八糟了。带一边去，回头训你。今天就算是王先知亲临，也休想拦我。你老了，说剩废话。齐赵叔叔，殿下，能不能不要动手？曹长青，听凭殿下吩咐。齐赵叔叔，我能不跟你走吗？公主殿下，如果您留下，只能是一个侍女。这样的身份，他会娶你吗？我没说要嫁他。等一下，既然不打了，要不别站在这儿说，找个地方进屋说。也好。青鸟，你去外面找魏爷爷和宁峨眉他们，让他们守住报国司，不要让人进来。我死之后，请世子放过4万那个小丫头。你为何会死啊？曹长青现身，蜀地乱局将起，天大的事情都被我听到了。我若不死，天理难容。
其实你还有一个选择，如果你投入北凉麾下，就不用死了。我惹走了那小姑娘，就没人照顾了。把她一起带去北凉。他爷爷瘫痪，加上重病，无法远行，所以老人家去世之前，我不能离开扬州。没关系，你可以留下照顾她。留下。拿着，这些钱可以给老人治病，等老人病好些，雇辆马车一起来北凉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走？没架打，你留着也没热闹看。你就不怕我传扬出去吗？我要用你，就会信你。陈希亮，见过主公，请主公在北凉等我。不管多久，北凉会等你。觉得这书生可用？可用。真不怕他卖了你啊？士族和寒门在扬州如天地之别，他若想要希望，就只有到北凉去。哥哥若是踏入历史的泥泞，你愿意跟哥哥一起吗？只要爷爷没事，陈哥哥去哪儿我都陪着。那我们就说定了，等爷爷好起来，我们就离开江南。去哪儿呢？往北去。见过宰辅。你来了。宰辅相召，岂敢不来？宰辅好享受啊！啊，我不喜欢清贫养民那一套。我要让读书人看了心生羡慕，激发起他们往上爬的愿景。不认同？这种事儿，我哪敢评论呢？我听说曹长青出现在扬州，有这消息，最后见到，好像是往阳城去的。徐凤年也在扬城。或许可以造势吧。就说北凉和曹长青他们。不，再等等。你那先别急，看看曹长青和徐凤年会不会遇上，遇上了，又会是什么状况？好，有消息，尽快的送过来。宰辅放心，去吧。宰辅果然勤政啊，把公务都拿到家里办了。啊，把奏章带回府是不太合适，但为国理政也顾不了这些琐碎的规矩了。成大事不拘小节，宰辅好气魄呀！楚国义士
潜藏属地，苦等公主久矣。徐凤年极有可能是下一任北凉王。黎阳皇室应该会送一个公主给他。北凉虽强，但终究臣属黎阳。江宁走不走跟徐家有什么关系？公主若随我入蜀，便是民心所向。待聚拢旧部，便可重归西楚。而黎阳多一个外敌，北凉地位更加稳固。其次，成了楚国女王，你才能真正和徐凤年身份相当。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曹前辈，我能说两句吗？第一，养寇自重的事儿，我北凉不会做。第二，北凉秣马厉兵是为了守天下太平，从没有想过叛乱谋逆，让刀兵再起。如此迂腐单纯，怎么能做北凉王？视人命如草芥的大人物已经够多了，我偏要做一个有底线、会迂腐的北凉王。公主怎么选？我没想过做大人物。不是大人物。您是西楚人最后的希望，公主忍心看楚人就此沉沦吗？为什么一定是我？您身上流淌的血脉，为您带来荣耀，也生出责任。公主，王族无权逃避。够了！不要逼他。世子若交还公主，我可以替你杀陈之豹。江离不是筹码，不管你给我什么，我都不换。你想强留公主？她自己的命运，让她自己选择。你想过回家吗？做梦都想。楚国亡了，我们这些人就像浮萍断了根系，从此无依无靠，再也寻不到归处，也寻不到去路。若能与楚人重聚，家乡也就不远了。但是殿下，这不重要。不重要。你有你自己的人生，你不欠我们，因为你不仅仅是公主殿下，你还是我的朋友。公主，我尊重您的选择。我和你走。江离，其实我习惯了当一个侍女，每天读书赚钱，几枚铜钱，买些胭脂水粉，我就能开心好久。偶尔偷吃糕点也不会让你发现。这样的生活很简单，可是我很喜欢。喜欢就留下。可是齐兆叔叔说的对，我有我的责任。太多人期待着我的出现，期盼着绝望里能看见光明。我经历过绝望，所以我知道这一点光明对他们来说有多重要。我是江离，是你的侍女，我也是西楚公主。王族血脉，罪臣曹长青，民女于右威，拜见公主殿下。我的第一个命令，就是你们二人以后见到我无需下跪。公主，礼数不可废。齐兆叔叔，你要抗命吗？罪臣不敢。公主，我们这就启程。我会离开，但不是现在。殿下何意？江南下一站是龙虎山。
这次东行除了武帝城，最危险的就是龙虎山了。我想先与他同行，等离开龙虎山，我就随齐赵叔叔西去。我不是为徐凤年，徐家毕竟护我性命，这恩情该还他们。但是殿下，有2个问题。齐赵叔叔，请说。第一条，我已然落面，殿下就不可能再光明正大的和徐凤年同行，否则真成了北凉和西楚联手，历阳皇帝不会放过徐家。那我假装和你离去，然后一路暗中随行。也好。第2条，这徐凤年怎么办？把西楚公主藏在身边这么多年，徐家怎么向皇室交代？这倒不要紧，这么些年我一直在尝试刺杀徐凤年，一查就能查到，由此推断，很容易得出我一直在隐藏身份、蓄意报仇的结论。殿下一直在刺杀徐凤年，为什么？因为楚国公主的命还是挺有用的，为什么偏偏让我活着？关键时刻是拿我的命换东西。我以为徐骁会要我性命，所以从小就试着刺杀徐凤年。就算徐骁居心叵测，那跟你杀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男人都是笨蛋嘛，这还不明显啊？江离知道自己会死，所以不停地刺杀你，是为了让你恨他怕他，是担心将来自己有一天真死了，你会难过啊。你的刺杀从一开始就是因此而起。先不说这个，我刚才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：若徐骁真要对我不利，那他会这么凑巧让我偷听到吗？我觉得不会。我也觉得是。我觉得徐骁是故意让我听到这些话的。还有，我一次次刺杀他，真的能瞒过徐骁吗？他为什么不阻止我？你还记得你说的话吗？徐骁常说，为达目的不惜代价。这一行，你们2人恐怕就是代价。我一开始是以为徐骁会把你们交给卢家，可现在想想，齐赵叔叔出现，如果我们跟他走了，那这么多年的刺杀就恰巧为徐家打消了猜疑和隐患，有这么巧吗？因为有你们在，所以刚才他没杀我。我和于右威真正的作用，其实是在这里，而不在卢家。曹前辈，你为何会来阳城？我是为了殿下而来。你怎么知道江离在我身边？我不知道殿下是否还活着，但我找到了这个神符。对，神符是西楚重宝，我在路边的商贩手里发现了它，于是顺着线索，一路找到这里。神符不是在您手里吗？被人借走了。谁借的？王爷想借前辈一样东西。魏爷爷跟您说是徐骁找您借神符。魏爷爷与我同行，原来是为了这一刻。是徐骁设计一切。今日之后，你被带走，楚国公主再现，黎阳再生大地，而北凉的地位就越发稳固，飞鸟不进，良弓不藏。徐骁故意容忍公主刺杀，就是为了以后让全天下都知道徐凤年和公主势不两立。如此一来，皇室更加放心。这世袭罔替的北凉王不给我，还能给谁？这一切，都在徐骁谋划之中。这布局甚至从小时候就开始了。徐骁啊，是个好棋手。你不是官子无敌，棋艺无双吗？怎么这会儿倒成了人家的棋子了？西楚覆灭，上一盘棋已经走到绝路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没有再做过棋手。如今寻回公主殿下，重新开局，且看我与天下英雄失手。殿下，该走了。先造成
您被我带走的假象。龙虎山之后，我才会真正离开。就这么走了，有点假。哎，想说什么就直说吧，我懒得猜这么话里藏话。既然遇到剑神，怎能不领教一番两袖青蛇呢？两袖青蛇，动手了。我居然没死，曹长青呢？曹长青认出江离是楚国公主，勃然大怒，对凤年动手了。幸好李前辈及时赶到，与曹长青交手一招，谁胜谁败？平分秋色。曹长青把江离和于有为带走了，李前辈护住了凤年，不曾追赶。果然是楚国公主，可惜没看见曹长青和剑神交手。世子人呢？就在院里。卢先生醒了。他们仅仅只过了一招。是，仅仅交手一招。天人临凡，也不过如此了。谁能想到，人能拥有如此可怕的力量？卢先生既然醒了，还对我动手吗？卢家从来就没想过要跟北凉决裂。今日之事，说到底，都是他的怨恨所致。一切都推给他，总要有人承受怒火。我没有怒火，他恨我是理所应当，算不上死罪。世子宽仁，让人钦佩。我姐选择留下。如果卢家不想和北凉决裂，请善待他。世子放心，我最后送你一程。我在想一件事。什么事？魏爷爷从李前辈手里借走神符，可把神符送到曹长青眼前，再制造线索，让他自然而然找到报国寺的，应该另有其人。魏爷爷初到江南，并没有这样的手下。还有呢？曹长青现身时要对我动手，我记得大姐始终面不改色。你知道有江离和于有为在，曹长青不会杀我。就算江离拦不住他，你也清楚，李前辈没有被骗。今日一切变化，都在你预料之中。江南布局，是大姐掌控一切。我并没有掌控一切。女刺客对你下手，就不在我预料之中。当时真的把我吓坏了。你知道江离是徐骁的戏子，是要送还给曹长青的。我知道，可你一直没告诉我。这些年，我一直看着江离和你。我和你二姐相继离开北凉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是江离陪你走到了今天。凤年，相信大姐。只有这样，你和江离的未来才有一线希望。姐，你瞒得好辛苦。姐虽然身体不好，
这儿可不输人。听姐的话，安心走，不要担心我，我会比任何人都过得好。然后等你来接姐回家。惠爷爷好手段，只是领命行事，狮子恕罪。小姐，走远了，进去坐会儿吧。小姐，小姐，别喊，别喊，让他开心的离开，恐怕等不到回家了。齐赵叔叔刚刚出手，今日探听虚实的人必定不少。等过了今夜之后，我再偷偷回到车队里。殿下有没有想过，徐骁是故意把你留在徐凤年身边？你和徐凤年从小到大的羁绊，还能真吗？可人心不会假，就让我陪他走完龙虎山这一程吧。殿下，如果徐凤年在龙虎山遇险，救还是不救？为什么不救？如果我出手救他，就等于告诉全天下，徐家和西楚并非仇敌。到那个时候，徐凤年可就没有退路了。曹先生武功高，棋艺高，学问也高，就是对这女人嘛，不太了解。何出此言？徐凤年没有退路才好啊。到时候殿下就能把他一起带回西楚啦。齐赵叔叔，我想吃猫。你不要这么残忍吧？还乱说话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以后说话小心点，不然你家猫后果可不好说。偷偷说两句行不行？最好别让我听见。喂，你等等我。喂。上去看一眼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不能让人刺杀这小子。哎呀，真不知道上辈子欠了谁都。江离不在，世子沉默许多。江离是侍女，你也是侍女，你就没有想过取而代之？世子将来可是北凉之主，权倾一世呢。哎呀，为了躲避官府耳目，江离今晚不会回来了。我知道。你真打算放他走啊？我又打不过曹长青。你若想留他，我来对付曹青衣。那丫头资质超凡，适合传我衣钵。那前辈可以到西蜀去收徒。你真不想留他？想啊。但江离不只是我的侍女，她有她自己想走的路。我不能把每个人
都死拉在自己身边不放，这对他们不公平。蠢货！啊？十足蠢货！我吗？难道是我呀？反正我也打不过前辈，前辈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看到你使两袖青蛇了，还行吗？一塌糊涂。看来我资质一般。为什么是两袖青蛇，不是两袖青龙？这名字也有讲究。腾蛇化龙，龙虽然高贵威严，可一旦变作龙，也就成了传说中仙人诸神的麾下走兽，仙家坐骑。只有未化龙的蛇，心中才有斩破一切的野望，才有往上攀爬，哪怕是和自己争斗，也要吞噬天下的狂妄。记住青蛇真意，才能用出真正的两袖青蛇。人若是屈服，就失去了这份不羁。向谁屈服？向自己的心。人会害怕，会绝望，会恐惧，会退缩。你心里面的种种折磨牵扯着你，不让你往前行。真正的两袖青蛇是斩心之剑，斩断心中的恐惧，才能踏破束缚，去走自己选的路。剑术、剑招、剑意都不重要，明白这些，才是两袖青蛇。要想让人被我的功法所控制，最重要的就是乱其心神。这巫术在徐凤年心中弥足正对，通过图形影响人的内心情绪。这图中的天龙会占据他心底的依靠。换句话说，我要让巫术在他眼前再死一遍，说不好，他还会变成一个疯子。一个废了的徐凤年，成为北凉下一代主人，这对皇族来说不是最好的结果。我去接世子下来休息。报告将军，赠银边捡到一盒子，上面贴了纸条，说是献给世子。很轻，不像有机关。怎么了？是王妃京城玉符那一夜的消息。不是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查到蛛丝马迹吗？必须先让世子过目。你守住营地，别让任何人接近。好。加强戒备。是。别担心了，那册子上没下毒，既没机关又没下毒，一本册子还能害得了人吗？我有些明白，又有些不明白。哪些不明白？我不明白的是，心怎么斩？两袖青蛇说到底不过是剑气，斩内心根本做不到啊，总不能真对着自己心口来一刀。当年，这也是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。我创两袖青蛇之后，纵横天下难逢敌手啊，自此起，便有了剑神之名。了不起。可我心底始终焦躁困扰，苦苦挣扎，难寻出路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我的两袖青蛇是不屈野性之蛇，可人性总有懈怠，有妥协。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了这份不屈之心，我的剑道也就走到了末路。所以我害怕、彷徨啊，仿佛绝路就在眼前，我却躲不开，也避不掉。我知道这绝路来自于我内心的恐惧。只有展开心底迷障，才能往前走下去。就像你刚才问的一样，
那时候我天天都在问自己，怎么斩自己的心。您做到了。是的。只要将两袖青蛇的意境再上一层，才是我真正的绝学。它的名字叫做一剑开天门。好像隐约看到了什么。那是我用一剑开天门的真意在影响你，你看到的就是这一剑的秘密。你能让我看到幻觉？武功走到极致，从身到心，从改变现实到影响精神，都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啊，有些高手光站在那就让你恐惧退缩，本质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精神压倒了你。哎，先不说这些，你在恍惚中看到了些什么？看到一剑展开天地，我有些不太明白。什么是天命？天命者，天道所赋之正理也。何为天人之道？君子当为天命，不为敬天，即央来至暗，潜而无形。所以啊，古人说要顺应天道，顺者吉，逆者凶。天道覆盖众生，人伏于天穹之下，渴望成就天人，而天门便是诸生成天人之路。过天门者，则可凌驾众生。哼，可我偏偏不服。不服什么？不服天道能定人生，不服命运无法抗争，不服人无法胜天，不服天人便是仙神。我有我手中剑，展开天门。我李淳刚终此一生就是一个人，探索天道却不臣服，寻自身路不为天人。就算古今神魔皆临凡尘，我李淳刚皆以一剑斩之。现在你明白什么是一剑开天门了吧？斩去天命，斩去枷锁。我有这不屈在手，便可斩去一切彷徨无措，斩去心中畏惧阴霾，以此心澄澈，横渡凡尘。这念头才是一剑开天门的魂魄所在。当年您把一剑开天门练成了？练成了。那你怎么可能输给王仙芝？与王仙芝内战，我只用了两袖青蛇，没用一剑开天门。为什么？王仙芝天纵之才啊，我不想他就此陨落啊。那你宁愿自己说？当时如果我不杀他，我没把握赢。我有点犹豫。与王仙芝交手，怎么可以犹豫呢？当然就输了。那应该再打一场啊。本来我是这么想的，在嬷嬷建议让一剑开天门收发随性之后，再与王仙芝打一场，那么大概就能既赢他又不杀他。但是这一场始终没打成，因为在那之后不久，我的人生就输了，我的剑意和战意全废了。人生怎么输啊？你都练成一剑开天门了。人不是武功高就能得到一切，就能过好一生的。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那个人，被我亲手杀了。从那天起，什么都不重要了。你，不管怎么说，都过去了。
世子，李前辈，世子在营地旁捡到一个木盒子，里面是当年王妃玉符的消息，给我看看。不管是什么消息，别忘了斩向内心枷锁那一剑。斩向内心一剑，一剑开天门，那不是传说中李前辈的最终剑术吗？他传给你了？那不是剑术，是真意。嗯，真意。王先知那一晚也出现在京城，难不成是他对我娘出手？这盒子来路不明，未必是真的。你说这纸上画的是什么？好像是随意涂写的痕迹。倒是不影响正文，先不管它。世子，世子，世子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刚才恍惚了一下。哦，你觉得这幅画什么意思？这画和这文字并没有什么关系啊。你看这幅画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？就是一幅普通的画。没什么，先往下看吧。又是你！那木盒子，你给他的？我若回答你，你让我上去吗？上来杀他？不然我费这么大力做什么？不行。阳城人多眼杂，我不和你出手，但在这儿可不一样。我最后劝你一遍，我们可以合作杀徐凤年。哦。不好。哎呀，做人要讲道理啊！从内容上看，这里收集了不少证人证词。那一晚，王先知确实在京城。证词未必是真的。这里边提到的人大多还活着，想询问一下真假并不难。我觉得，他说的是真的。就算王先知当时在京城，也未必是他出手。说实话，王妃当时虽然剑法神通，可王先知真要出手，他不可能活出京城。但至少说明王先知跟此事有关。这个木盒的突然出现，应该就是让你这么想。我明白。我这一行就是要去武帝城，到时候我看了这个心绪大乱，到时候直接对王先知出手，这借刀杀人的把戏就得逞了。世子，世子明白就好。
可这毕竟是找到一点线索。这么多年了，真相终于浮出一点来了。我保护黄曼儿，保护大姐、二姐，就是因为我答应我娘，我要替她守住这个家。我心里边我娘一直还在，她一直看着我呢。不能让我娘失望，我一定要找出害她的那个凶手。世子，我没事，我就是好不容易找到线索，心里有点乱。北爷放心，我不会做傻事儿，也不会冲动。你就让我一个人坐会儿，我好好想想前因后果。有什么需要，你随时叫我。好。这龙怎么没了？李前辈，魏爷爷。
过天门者则可凌驾众生，可我偏偏不服。不服天道能定人生，不服命运无法抗争，不服人无法胜天，不服天人便是仙神。我有我手中剑，展开天门，就算古今神魔皆临凡尘，我李淳罡皆以一剑斩之。斩去天命，斩去枷锁。我有这不屈在手，便可斩去一切彷徨无措，斩去心中畏惧阴霾。去你的天道！我有一刀，可斩天龙。有一刀，可斩天人。是梦啊！没想到吧？喂，还不叫人救你？你受伤了？在悬崖上跟人打了一架，问题不大。悬崖上人很多。多，都是来杀你的。你挺抢手啊。打伤你的人呢？下去了。
最麻烦的就是遇上疯子。希望赵浩章前辈说的都是真的。天都亮了，白打一晚上。走，吃早饭去。你还不叫人救你？我真杀你了！太阳要出来了。再过一会儿，会很好看。要不我们一起赏个景，再搏命吧？行啊。是很好看。你怎么哭了？我梦见我娘了。她很好看吧？你这么好看，你娘一定也好看。这么多年，其实我一直不相信她已经走了。我一直觉得她活在我心里。其实是我在骗我自己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在梦里跟我告别了，他走了，早就走了。只是我到现在才承认这一点。你在梦里跟他告别了吗？没来得及。今天的景色是很美，看在美景的份上，不杀你了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我？我不相信你就为了千两黄金。再见。来得及的。你说什么？说再见啊！只要你说出口，想听的人就一定会听见。娘，走啊！你在梦里见到的天龙就是这样的，仅凭几套纹路、一幅图形，就能让人入梦？只对你有用。准备这些的人应该对你了解颇深。这功法就只是为了让世子做个噩梦吗？这是借梦境毁去一个人心中最重要的屏障和依靠。你娘应该是你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。是，这是想从心灵上给你打击，让你崩溃绝望。你怎么扛过来的？我把他们斩了。要不是前辈告诉我一剑开天门，我恐怕斩不出这一刀。不是每个人都能斩出这一刀的。扛过这一关，以后这类型的功法将无法再影响你了。可是，这个东西到底是谁送过来的呢？不管是谁送的，他还会再来。
启程去龙虎山。陛下召你进宫。哎呦，陛下召你进宫。我再睡会儿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他这时候召我进什么宫啊？扬州急报，你儿子在阳城遇到曹长青了。天下前三。你儿子的侍女是西楚公主，这事儿你知道吧？知道。知道，你还把西楚公主养在府里，让公主当侍女，这才显得咱北凉霸气。曹长青认出了西楚公主，对你儿子出手了。哎呀，那不是还有这个李淳罡呢吗？李淳罡和曹长青交手一招，未分胜负。临走的时候传下话，要重回蜀地。你家那侍女将是女王，让女王当侍女，这回她威风大了。还威风呢！从各方面查证来看，那个叫江泥的从小就尝试要刺杀徐凤年，看来仇深似海呀。哎，我儿子呀，命里有桃花劫，女人都恨他。你想明白了没有？新一代楚国女王要杀徐凤年。哎呀，这回我终于可以睡一个踏实觉喽！哎呀，你还真睡啊！徐骁，哎呦，别嚷嚷，来来，一块跟我个躺会儿啊！哎呦，起风了，有问题？江泥，小声些。是曹长青引起风沙，是我让齐少叔叔掩人耳目，我才能偷偷溜回来。我还以为曹长青不会让你。如果你遇到危险，有江离在你身边，曹长青才能可能出手救人，懂吗？我是回来要钱的。当你侍女这么多年，我要走了，你总得给点安家费吧？等你真走了，就给你。我跟齐少叔叔说好了，等你平安离开龙虎山，我就真要去西蜀了。不过，齐少叔叔也说了，我们在西蜀对北凉是好事。我宁愿你留下来。留下来被你使唤吗？好啦，你留意着点，除了身边最信任的人，你可别让别人知道我又回来了。于有为呢？他在齐少叔叔身边。齐少叔叔说，要把西楚各路义士都给他交代清楚，以后他就是我的直属女官了。殿下没被发现吧？如果杀了徐凤年会怎么样？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杀徐凤年？公主要走自己的路，就不能有情感羁绊。孤家寡人，才能成帝王之业。胡扯！我说错话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了，那就不杀徐凤年。有李淳罡在，杀不了。呀，此时陛下让你进宫，你儿子世袭罔替的事儿，他就有结果了。你弄出一个无视君恩的样子，这做什么呀？
我什么也不想做。他让我在这儿闲置了这么多天，我还不能让他等会儿。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哎，你怎么就看不明白呢？啊？现在我表现得越狂悖，那陛下就越放心。好，好，好，全都是你的理。你要是再不去啊，宫里的马车全堵你门口了。哎，怎么又躺下了？对，也不能太过了啊。那咱们就去宫里走一趟。哎呀，好好的。着什么急？你被人设计，陷入噩梦，谁干的？问题就出在这儿，我想不出来谁有这手段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他是笨蛋，又不算真的闯过江湖，对功法手段不了解也正常。那你呢？你可是剑神，你也没头绪。我在清朝廷底下躲了这么多年，这些年来江湖上多了哪些高手，我哪知道呀？那我晚点去问齐兆叔叔。那女刺客呢？当时为什么不动手？我总觉得他的目的未必是杀我。现在回头想想，那2次重伤，真的是害我吗？那次之后，我破而后立，把真气强行吸收，将大黄藤推至4重。再之后，就是杨城。要说呢，祸福相依，这伤啊也算来得及时。在阳城我杀琉璃亭本该会有后患，但偏偏这次刺杀让卢家进退两难，反而借伤势将危机化解于无形。这2次刺杀带给我的都是好处。所以你认为他是在帮你？今天日出之前是他杀我最佳时机，但他却没有动手。难不成又是许萧的布局啊？不知道啊。经过这次东西，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看不透许萧了。这张宰辅来得早啊！还有人来吗？陛下还招了大将军顾建堂入宫，无奈顾将军旧伤复发，今日来不了了。哼哼，这胆小如鼠之人自然不敢来见我啊！春秋国战，4大名将顾建堂与上柱国齐名。黎阳一统后，上柱国盘踞北凉，画地为王，而顾建堂抛下布局，孤身入京，为天下事，静心激励。蜀中蜀间，天下人自有公论。自然是顾建堂这阴损之祸，才是最终。所以，顾建堂或许才是接手北凉的最好人选。他接手北凉，那陛下能放心吗？请勿妄议君王。啊，不说了。陛下人呢？是他找我来的，怎么不露面？陛下身体不适，就不见上柱国了。那招我进宫作甚？陛下口谕，要问上柱国，北凉保住世袭罔替，世子继承了北凉王位，还想不想上柱国一职？买卖嘛，有得有失，啊，哈哈，我懂。你懂什么？臣年迈昏昧，不堪重任，明日就上书，
请辞上柱国之位。好，陛下说了，就不要接旨那一套繁琐的事了。王爷既然请辞上柱国，那北凉王位自然该世袭罔替。下一任北凉旗还是姓徐。这是朝堂，真当是商贾交易吗？宰辅息怒，陛下说了，北莽虎视眈眈，楚人又蠢蠢欲动，可谓是危机四伏啊！还需北凉镇守天下，为国解忧呢。北凉世袭罔替，未来终是祸端。臣请见陛下。陛下不是，就不见了。还有啊，陛下说了，今日之事特地请张宰辅做个见证，日后朝堂之上，希望不要有人对此事妄加评论。悠悠众口，堵得住吗？旁人堵不住，张宰辅自然无妨。看来在陛下心里啊，张宰辅一人就可以震慑百官，如此重信，让人羡慕。臣殚精竭虑，一心只为黎阳盛世，私心天地可照。宰辅放心，你这话我定会禀于陛下。哼！韩胜轩，今后北凉还是姓徐，你怎么想啊？难为王爷啊，还记得我这贱名。至于北凉姓什么，那是朝堂政事，我怎敢多嘴啊？人人都叫你韩雕嗣，啊，这叫多了，韩生轩是你的本名，可别忘了。小人起于微末，自不敢忘。人嘛，一呢，不能忘本；二，就是不能僭越，啊。王爷教诲，谨记于心。世袭罔替，世袭罔替，阻拦的人还真不少啊！最后成了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好了，回我的北凉了。陛下，果然把世袭罔替给了徐骁。那徐骁拿什么换？请辞上柱国。上柱国一职虽然荣耀，却无实权。西楚正闹得欢，陛下自然希望北凉安稳。可这是养虎为患呐。顾建堂呢？他没有说话。顾建堂也称病不出。难道顾建堂打算一辈子就留在京城吗？陛下应该会把上柱国给他。陛下不愿意放顾建堂出京城，也是怕鱼入深海。
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徐家世世代代统领北凉吗？陛下给了世袭罔替，不代表徐凤年就能活到那一天。龙虎4大天师，唯有你赵丹平，常年留在京城，这些年斋教青词写了不少，还没写腻吗？朝廷安稳，龙虎山才有前景。徐凤年接任北凉，对天下对龙虎都不是好事。你要我回龙虎山，杀徐凤年？龙虎山4天使，赵熙团，你弟弟的师傅，应该对你能留几分情面。脾气最糟的赵丹平，常年在京城被称为青瓷学士，这么多年没回龙虎山，应该也不用担心他。所以你要留意的呢，也就是辈分最高的赵希义，还有如今天师府掌门、道门领袖第1人赵丹霞。就这2个已经够可怕了。徐凤年是北凉世子，真杀了他，徐骁就敢马踏龙虎山。你可以不用亲自动手，但他必须得死。这件事关系到黎阳朝未来的国运。你们龙虎山既然承受了朝堂的好处，那就该为国尽忠。哦，对了，除了徐凤年，还有1人要杀。还有谁？赵凯。他又是什么人？寒雕寺的弟子，陛下的私生皇子。眼下正一路追杀徐凤年。私生皇子。寒雕寺表面与我合作，其实是想杀掉徐凤年，引起天下大乱，然后借机让赵凯争夺皇位。他自己以为能瞒得过我。我张居禄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黎阳朝万世太平。徐凤年是祸根，不得不杀。赵凯一样是乱应，正好一并除掉。宰辅大人，虽说是私生的，可他终究是皇子，暗中杀皇子。您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下场？为国运而争，岂能在乎自身的命数？如果寒雕寺还真的知道了此事，他可不会放过你呀！一个太监还想着引发大乱，他不放过我，我也没打算放过他。不过，行了，朝堂风波我来挡，江湖的事情要看你们。赵丹平，你们龙虎山到底选择站在哪边呢？宰辅大人，我这就回龙虎山。徐凤年和赵凯的命，由我龙虎山取之。
哼。好像有马队逼近。应该只是路过，要杀我也不至于在官道动手。 干嘛？那女的你认识？轩辕清风。龟山古牛大岗上的轩辕世家。就是，江东轩辕。你也知道？当然知道了。轩辕世家有着数百年的基业，天下江流水运皆在轩辕门下。轩辕家还有个老怪物轩辕大盘，已是天象境。金刚指玄天象，那不是跟王仙芝一个境界了？轩辕清风，那不是轩辕家嫡长孙轩辕敬城独女吗？你怕他？怕是不怕的。那你躲什么？也就是之前3年游历的时候，跟老黄遇见过他。你把他怎么了？这不当时还有个温华嘛，他就是看见轩辕清风长得不错，夸了2句。怎么夸的？也就是什么魂部形状啊，利于生养啊。温华说的。然后这轩辕清风他不讲道理啊，他追着我们打，就这么点小误会。江湖儿女嘛，应该大气些啊。人家没杀你就够大气的。魏爷爷，远远跟着前面那队人马。明白。你这什么表情？不是躲吗？跟着干嘛？轩辕家有用啊！轩辕家族掌控天下水脉，辉山跟龙虎山一江之隔，仅凭一个世家可以和龙虎4天师分庭抗礼，多高的地位！所以徐骁让你联姻？绝对不是。实不相瞒，这一行轩辕家本来就是要去拜访他，倒是遇着这轩辕清风是个意外。看这方向，他也是去辉山。他们家掌控天下水脉，他怎么不坐船改骑马了？要不你去问问？轩辕清风，听说他和他爹势不两立，这一脉顺下去，或许有好处。算了，还是先杀小舅子要紧。路过的，并无恶意。杀气还挺重，好盔甲，好刀法。不打了，能麻烦问一句，为什么要动刀？我们认识吗？刚睡醒，脾气躁。这会儿呢？杀不掉，睡觉。
阁下贵姓？小路更近，能早归回山。走小路。让路！上！驾！袁庭山，小姐这是要回山？回山又怎样？还是别回了。你只是我轩辕家的门客，敢拦我的路？我也是听令行事。听谁的令？老祖与古牛将大雪平亲传调令要我回山，轩辕家谁敢违命？你说呢？我爹让你来的。我若非要回去呢？回不去的。杀性都重，谁家有这般人？你们是谁？我家公子是来救姑娘的。阁下是谁？人家问你话呢。要不然我不露面。那你费劲救人家干嘛？你想啊，当年我也就是夸了他几句，而温华也就是夸了他几句，他就追着我们打了几条街，
这如今我救他一命，也算是扯平了吧？多谢阁下相救，还请当面道谢。是你？你给我站住！老黄，放弃！文华，姑娘，你听我解释，这好屁股、好生养，那都是夸人的好词儿啊。看什么看？哎，不只是屁股，你看这腰也好，杨柳、水蛇、黄蜂，这都能对得上。好身材，好曲线。杀了你，臭流氓！哎，轩辕姑娘好呀。哎，等等，姑娘你记错了，当时怎么是我一个人呢？明明还有一个老黄，还有一个温华。那些话都是温华说的，我最多就在边上竖了个大拇指，帮了个腔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你，姑娘，我也是交友不慎，咱们都是受害者。你还敢出现？这不有缘吗？后会有期。蜀修，魏爷，放心，他逃不掉的。你到底是谁？就差那么一点儿，都不知道怜香惜玉，姐姐白疼你了。那要不我来心疼心疼姐姐？小嘴真甜。又跑了，逃袭到老娘头上了，就在前面，追！你是北凉徐凤年？我这个身份人人喊打，用不着假扮吧？刚才要拦着你那个人是谁啊？与你何干？看来是有人不想让姑娘回辉山，不如同行。这一路可不好走。你许萧儿子？姑娘是彩礼清楚这关系？这么看来，是有些像。姑娘，你说什么？你也上辉山？我去龙虎，一江之隔。刚好，同行一段。哪儿去了？过河了。多谢前辈。知剑法还是暗器？36天罡桃木剑阵。桃木剑阵为什么用玉剑？这不显得贵气吗？帮人给世子带去。好。
不可能啊！我这权力一掌，就算不死，也不可能这么悄无声息的逃走。别装了，你又没晕。我真要杀你，刚才就不会救你。干嘛救我？你动刀偷袭的是北凉徐凤年。有机会联手再杀一次啊！我要是不跟你联手呢？我不勉强别人。不过你想清楚，你对他动了刀子，北凉会放过你吗？轩辕家会为一个门客与徐骁为敌吗？你什么时候动手？下次见面再聊。希望你能活到那时候。你不等你的那些手下了？他们赶得上来。姑娘这么着急回灰山，是有要事在身？算是。拦你那人是谁？袁庭山，我家门客。门客拦主人？应该是我爹让他拦的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轩辕家的大事会不会不方便让我知道？会。当我没事。北凉的蛇想伸进灰山？喝水吧。不用。上是见光顾着生气了。你仔细看你的面容。有什么可看的？你这面容，我娘应该喜欢。我歇会儿。你说他是不是心智有问题？徐凤年，说真的，你是不是还见过他娘？真没有。咱们说正事儿。前辈，你知不知道轩辕家那位老祖？啊，灰山古牛将大雪平上，轩辕大盘，和我斗过剑呢，还活着呢。谁赢了？我只输过王献之啊。哎，你刚说了轩辕大盘什么境界？天象境。怎么跟我一样啊？那不是很强？境界有什么用？能打才行。小子，你想动灰山呢？轩辕家掌控天下水路，用处大得很。怎么收服？要不娶了外头那丫头？我徐凤年绝不卖身。他和他爹怎么回事？据说轩辕清风和他爹关系极差，所以常年不回灰山。他和他爹为什么关系差？他爹轩辕敬城是轩辕家嫡长孙，按理来说，应该由他执掌家业。可是现在整个灰山上下，没人把他放在眼里。为什么？他只爱看书，不曾习武。爱看书有什么不好啊？轩辕一族毕竟是江湖世家，那是长不了家业。不仅不习武，据传他性子软弱，不成大器，是个废物。那不是跟你一样？什么叫跟我一样？你之前的名声不就是跟他一样？我也是啊，我之前的名声没准比他还差。你小子心狠，藏得深。轩辕家族那小子搞不好也是如此。若真如此的话，他藏的可比我久。其实关键就一点，轩辕清风为什么回灰山，他爹为什么拦他，明白这个，整盘棋都看透了。我发现你自从见了曹长青之后，聪明了不少。厉害厉害，女王风范。哎，不是，我本来就很聪明啊。
大哥天天读书，读出什么来了？读春秋大义，读众生碌碌，读是非曲直，读大道无形。读这么多，有什么用？有用，心不会乱。心不会乱。我刚刚听说一件事情，那个耍刀的门客叫什么来着？袁庭山。对，袁庭山。我听说他下山了，在下山前好像还见过大哥。有这回事？怎么，小兰清风回家啊？大哥，老祖宗选了你家女儿入大雪坪问鼎阁，接受武学的传承，这是何等的造化！你派人去拦，读书读糊涂了，大哥。做父亲的总得做些什么吧？回山的路这么多，一个袁庭山怎么拦人啊？就这么巧就能碰上？笑话也听够了，我就不陪大哥了。我还得去问候嫂子。对了，嫂子养的鱼不错，你去看了没？哎呦，对不住，我给忘了。整座灰山，人人都能进嫂子的住处，唯独大哥你不能进。读书有用，心不会乱。那你慢慢读。你家世子连饭都不会吃吗？他们回来了。世子没抓住，这家伙滑溜得很。没抓住不要紧，沿江而下就是回山，他也没机会拦人了。你说呢？我闲逛一会儿。请便。小子，哎，不闷吗？出来走走。你傻了吗？明面上我被齐兆叔叔给带走了。干嘛呀？这一个人待着倒是有点意思。就是这如厕怎么办呢？要你管啊！哎，你们两个别闹了，等我把话说完了再闹。您说，轩辕清风不是去闲逛，他去的那个方向藏了个人。这您都知道？这距离瞒过我的没几个。偷偷见个人也没什么，毕竟我这北凉世子名声不好。见的人倒是有点意思。您还知道他见的是谁？
受伤了。3人围攻，被打了一掌，伤重吗？搞不好会死。这么严重？还能坚持回山？我爹给你什么命令啊？不能伤你，不能让你回山。那老祖为什么召我回山？让你如问鼎阁受老祖亲传。天大好事儿啊！我那叔叔都没拦我，反而自家亲爹怕我一步登天。你爹早有准备，你身边人全是他眼线。我知道。小路更近，能早归回山。走小路。一次铲除干净，还挺顺利，莫名其妙冒出个世子。你对徐凤年动刀做什么？忍不住。什么叫忍不住？忍不住想看看，这种高高在上的世子，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？袁庭山，别真变成疯子。我爹不让我回山，总要有个理由吧？他没说。算了，反正大局已定。回山后你安心养伤，今后自会给你机会习得问鼎阁内绝学。好。抄小道回去吧，别让人瞧见。去吧。我在辉山等你。逛什么呢？你怎么来了？该上路了。好。山下传来消息。我那侄女已经在江边了。久别重逢，大哥应该跟我一起去山下接人。来人，夫人下山。不用，我自己走。请吧。大哥有多久没下山了？站得稳吗？要不要找人扶你？这儿还有龙虎山的人。打鱼的，这离着龙虎山近，个个都披个道袍。讨根骨的，根骨。像个傻子。轩辕家100年屹立不摇，靠的是礼与义。礼义。那要不要廉耻啊？大哥，你真的是读书读傻了。轩辕世家风光至今，靠的是拳头够硬，实力够强。你看，人到了。你家的船？
清风归山，做叔叔的陪着你爹亲自来接你，这么多年了，也该回来了。老祖宗要收清风，谁也拦不住。声音最大的那个就是你三叔轩辕敬轩吧？听说这么多年，轩辕家一直由他执掌家业。别的不说，嗓门不错。多谢徐世子，告辞。这就走了？徐世子，辉山不会跳进浑水，也不会依附北凉，就此道别。黄满儿，他看什么呢？大哥。送你女儿回来的这小子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未曾见过。想必又是借机讨好辉山的江湖子弟。清风，黄满儿，黄满儿，哥！哦，这是对兄弟啊！这么巧，还真是小王爷。他不是怕水吗？哥！前辈，送我一程。嗨。没想到老夫的两袖青蛇竟然成了坐骑了。收钱啊！嗯，租牛租马都要收钱，你可别便宜他。哦，小丫头。哥，哥，不是怕水吗？已经不怕了。山上啊，有些山楂已经熟了。自打那天起啊，这孩子就天天在江边等你，等着等着，他就不怕水了。了不起。啊哥，有鱼，咱们入乡随俗，吃点斋饭就行了，别让你师傅为难。没事，老道士师傅不为难，他会做鱼汤。哥吃鱼。呵，这天天吃斋菜也不是个事儿啊！上龙虎可别提鱼的事儿啊！好仙，没人提鱼。哎呀，把鱼放下吧。赵熙团，龙虎寺天师。我听说赵熙团收了徐骁的儿子当徒弟。徐凤年。哎，用不用等他们？咱们先走，他们会跟上。好嘞。你的女儿怎么会认识北凉世子？我也不知。走了。
清风离家数年，今日归山，我也是放心了。与你同行的是北凉徐凤年，是。与他是旧识。之前见过一面，不算熟悉。是吧？不熟还送你回山啊？或许是顺路吧。顺路。清风啊，咱们轩辕家传承数百年，可不能把命脉交到别人手上。三叔高见。二叔。清风啊，你还真有面子。你二叔平常可是不露面的。明日老祖召你入问鼎阁。回二叔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明日便去。是。你二叔全心习武，在这灰山上，除了老祖宗，就没人在他眼里。清风，将来你可是老祖宗的亲传，轩辕家说不定就要交到你的手上。三叔才是轩辕家的擎天玉柱。你们父女多年没见，好好聊聊。我去看娘。清风，什么事？那徐凤年对你是什么意思？你就问这个？你若投靠，可有把握让徐凤年支持你？合纵连横，书里读来的。想用我换北凉支持，让你有机会夺回嫡子长孙的世家之权？龙虎山是天下第一门派，怎么这么穷啊？哎呦，天师府在山上，拜山的去那边，我这逍遥观可就没这福气喽。你不住龙虎山上？人太多，活着累。再说这孩子，也不适合住在那人心浮沉之地呀。凤子营驻扎关外，随时听候调遣。天生金刚镜啊，人间警戒了。你这个弟弟，入指玄镜就能举世无敌，可别入天象镜。天象镜要天人归一的，这深谷怕有劫数。哈，我这弟子啊，修的是大梦春秋，可以借心法度天地劫呀。你这个做师傅的倒是用心。嫡传弟子比命还重要啊！李剑神，好久未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不太记得。我呀，龙虎的赵熙团呢？鱼好了吗？哦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您再耐心等等啊。怎么连我都不记得了？不用使眼色了，江离从后院进来的。车上多个人，我还能不知道？还有谁知道？别说出去。那是自然。江离，小王爷好。哎呀，等我回来。什么情况？宁娥没见过小王爷。
放心吧，我那弟子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嗯，世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多谢老天师照顾黄马。哎呀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自家弟子那是应该的。老天师啊，这龙虎山和辉山一江之隔，您对辉山轩辕家应该挺熟吧？还行吧。哎，怎么了？他想拉轩辕家上自己家贼船。这轩辕家可是名门，还有啊，这天象境的老祖轩辕大盘，不会轻易的投效北凉吧？不急，咱们就闲聊。哦，哎，聊什么呀？聊聊轩辕家有什么趣事。哎，这倒是有些。说来听听。你听听干什么？我马上就要回蜀地了，说不定有什么用呢。你就是想听八卦。夏虫不可语冰。蜀地？你刚才说什么蜀地？哦，她是西楚公主。哦啊，没事儿，咱们聊咱们的。世子，我好歹也是龙虎山的天师吧？你跟我说这个不打紧。您是黄毛人师傅，咱们自家人。哎呦，你就不怕把他抓起来呀？你抓吧。啊？曹长青跟着他呢。官司无敌曹长青。对啊，我家齐赵叔叔。得，咱们还是聊聊轩辕家那点破事儿吧。好呀。娘，你怎么回山了？老祖宗召我回山，是要让我入问鼎阁。若能得老祖真传，或许能让家族大权回到咱们大房一脉。你轩辕家的事，不用跟我说。若有一日，你真能掌控轩辕家大权，记得把我赶下山。你们终究是夫妻啊，娘求过你吗？好，你就不该回来的。我为什么不该回来？你被人瞧不起一辈子，什么都不敢争，这也随你。如今我有机会夺回咱们这一脉该得的，这你也要拦吗？轩辕大盘没想授予你真传。那老祖宗召我入问鼎阁是做什么？请我聊天？他要与你双修。您是疯了吗？那是轩辕家老祖宗，是自家祖辈。轩辕大盘不是轩辕家的人。轩辕大盘不是轩辕家的人，这怎么可能？是真的，这老家伙啊，曾经是轩辕家的门客，之后入赘辉山。可他不是姓轩辕吗？入赘辉山的都要改姓轩辕，结果还成了轩辕家老祖。毕竟是入了天象境嘛。他入赘的事啊，从不外传，也只有我们这些老的还知道。那如今这轩辕家族都是他的后代了啊？那倒不是，他这一脉骨血呀，经过数年的江湖争斗之后，一个都没留下，全死光了。这是防着他呀。哎，那个时候他没入天象境，自然得忍着了。那他还留在轩辕家？谁说不是啊？后代死光了，他还心甘情愿的留在轩辕家族当这个老祖，恐怕他自个儿真把自个儿啊当成了轩辕家一族了，啊？他
他在报复。也是世事无常，谁能想到，他能成就天象界，如今竟然还成了轩辕家的老祖。他早年受创，再没留下血脉，如今神功有成，他便有了传承自己血脉的机会。那为什么是我呀？他一直在等这一天，他要让轩辕家真正成为他的血脉。可他都这么老了，他是恨轩辕家的嫡亲血脉。怎么可能？说的都是真的？这件事情虽然隐秘，但是你二叔、三叔都是知道的。那他们还让我回来？我是他们侄女啊！你为什么不告诉袁庭山，让他把真相告诉我不好吗？我告诉他了呀。什么？我爹不让我回山，总要有个理由吧？他没说。我把一切都告诉他，就是让他转达给你真相啊。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你们轩辕家可够脏的。我要下山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清风走到这一步的。你能做什么？二叔。明日老祖见你，你不能走。你应该知道他要做什么。老祖心意，不可违抗。可我是你亲侄女啊。轩辕家不能没有天象镜，有老祖在，回山才有根基。所以把我献出去。双修之后，老祖就真的与轩辕家血脉相连。这回山传承数百年，不能断了前程。为了轩辕家，你不能走，有我在，你也走不了。都知道了。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我？你不回山，我一辈子就是个门客。我进了问鼎阁，你就能姓轩辕？我入赘回山，就能姓轩辕。我娶你，改姓轩辕。轩辕大盘再怎么也是天象境高人，不至于找个有夫之妇吧？袁庭山，别急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没关系。成亲之后，你爱喜欢谁就喜欢谁，我可以不碰你。你到底要的是什么？要一个机会。我这样的人，在泥潭里滚一辈子，学的也都是二流刀法，真正绝学都在你们这些名门世家手里藏着。我只有进了轩辕，才有机会入问鼎阁，才有机会出人头地。轩辕大盘能成天象境，我为什么不行？笑话！你觉得我会答应你？你好好想想，要么给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添房，要么我给你这一丝脱难的机会。就一个晚上，别想太久。
听说你们家丫头要下山啊，被老二给拦住了。你没事也去劝劝她。轩辕家养了她这么多年，也是该回报家族的时候了。轩辕大盘没想着就此罢休，知道。那老家伙想要收了这一代所有的女娃，你们就这么认了？他是天象境，有他在，就有轩辕家不世威名。他满意了，就还是轩辕家老祖，轩辕家就还有传承。若失义理，何来传承啊？这话谁说的？书里读来的道理。你读书能读出天象境啊，大哥。清风入了老祖房门之后，你们大房一脉就没了依托。你那点人脉，从今以后就交到我的手上吧。我比老二有人情，不会太为难你。你等这一天等了很久吧？别让我为难。你若想不明白，我可以去跟嫂子谈。她那么瞧不上你，这些年过得也是辛苦。其实，读书也能读出天下境。哥，身上只收了这几颗。这孩子呀，天天守在山楂树旁，就等着摘给你吃呢。好吃，谢谢黄马。咦，怎么了？有意思。北凉世子，是我。长得确实像，形不过4-5，神似却有8-9。阁下哪位？轩辕敬城。原来是伯父。您不是不会武功吗？怎么还飞过来了？我家有幅画像，
你与画上的人相似。我没明白。我家画上那个人，与你却是息息相关。瞧你长相，确有神似之处。您说的是谁？看世姊妹羽间，有王妃当年的风姿。闭嘴！二叔把下山所有的路都封死了。他们要把你献给老祖，怎么会让你下山？爹说的那些话，我本来还将信将疑，现在看来竟然都是真的。娘，你有下山的法子吗？我要是有法子，早就走。所以什么办法都没有了？北凉世子送你回山的。您的意思是，走徐凤年的路子？轩辕家的事他怎么管？他要是不想管，又怎么会送你这一程？根本没办法下山，我怎么求他呀？不帮你哥。不要，你大叔没想打仗。你怎么知道？是这么知道的。不打了。原来剑神的两袖青蛇已经有了传人。被这小子用得一塌糊涂。骨子里是对的，世子心性耕耘乃是一时之选，假以时日，必定传承剑神的衣钵。哎，根骨比不过这小子。天生的金刚镜，非凡人能比呀。既然不是来打架的，就少说我娘闲话。不是闲话，是实话。你和你娘确实长得像。长得像跟你家画像有什么关系？不瞒你说，我家里那幅画像，画的就是你的母亲。你见过我娘？卓金见过，是他画的。等等，你家夫人怎么还给我娘画了画像啊？卓金当年与北凉王妃相遇时，可她做的是男装打扮。一直都不知道。等知道的时候，卓金已经对王妃情根深重了。可那已经知道不可能了呀。所以他将记忆里的人给画了下来。对他来说，他想留下的，只是记忆里让他心动的那个少年剑侠。所以他一直喜欢的，都只是画中人。你想干嘛？
轩辕大盘要和清风双修。轩辕大盘多大年纪了？已经100岁。他还要不要脸了？这事要传出去，有多少人看轩辕家笑话？轩辕大盘是天象教，谁敢笑话？只要武功高，就不必在乎礼义廉耻。可不就是这个道理？所以呢？你能不能下山，帮我给徐丰年带个话？不能。我还没说内容。就算北凉对轩辕家有兴趣，为什么一定要找你？徐家可以直接找你2叔3叔谈。徐丰年真的会为了你，去得罪一位天象境大高手？你只有一条路，连夜和我成亲，让我入赘轩辕。你一直等着这一天。如今灰山上，除了我，谁敢娶你？过了今晚，再没机会了。好，拜堂。晚上，这会儿会被人拦着。这轩辕大盘是想让轩辕一族的后代都变成自己的血脉，所以他想要的还不仅仅是你女儿。这种家伙，也是天象境大高手。武功境界跟人品没关系。敬城先生，你这次过来，不会是特地找我们说自家这点破事儿吧？我要杀了轩辕大盘。他可是天象境。20余年，我已经学尽了温鼎阁的秘籍功法。你有把握杀他？再等5年，我能杀他。可是已经没有时间了。这一战，无论胜败，我是活不成了。我不畏生死，但是心中终有挂念。你的妻女。我死之后，妻女下场如何，不得而知。幸好世子来了，天底下只有世子能救得了他们母女。我为何要救？轩辕大盘死后，我女儿将会接掌徽山，可她太年轻，需要时间扎稳根基。这段时间，世子可将清风作为牵线傀儡，掌控轩辕一族。从此以后，徽山一脉尽在北凉掌中。谁说北凉要徽山了？世子有什么顾虑吗？你还有2个弟弟，尤其是这个轩辕敬轩，掌控徽山多年，你女儿无依无靠的，就算有我撑腰，也未必斗得过他们。也有道理。哎呀，你们说了半天，我都听明白了。你不想把你女儿献给轩辕大盘，那用不着打打杀杀呀。你把女儿接上山来，嫁给世子，那不两全其美吗？是不是啊？轩辕大盘想要的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清风嫁不嫁人，他无所谓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全家都投奔我们龙虎，他们是邻居，相互搭把手，帮个忙也方便，不是吗？龙虎山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我们龙虎出手，定能保你女儿安全。龙虎离徽山太近了，你们插手，轩辕家再无出头之日。就只有北凉？只有北凉。那你那2个弟弟怎么办？我先杀了轩辕敬轩。什么时候？这就上山。1个时辰之后，我将登上孤牛大港，和轩辕大盘决一死战。轩辕进城，请北凉世子观战。我若不去呢？世子
就是轩辕家的命数。这要真是有诚意啊，就应该把轩辕清风带过来当人质。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这家伙就是甩了个鱼饵过来。徐凤年终究是北凉世子，只要他在1个时辰之内登上灰山，就等于宣告天下，插手轩辕家族之变。等到时候要再想后退一步，可就难了。可是轩辕家族不和，这也是真的呀。何不静眼旁观，等有了结果再做打算？1个时辰之内我不上山，就错失了掌控轩辕的机会。上山有风险，不上怕遗憾。黄毛儿，你觉得我应不应该上山？哥想不想上山？想啊。其实灰山之行早就在我计划之中，如今轩辕大乱，更想亲眼看看。想就去啊。说得好，想就去。上山。世子，这碗可是惯例的，1个2文钱。娘，今晚我就成亲。你无路可走，大不了我一死了之。你舍得死吗？三叔，求您给我留条活路吧。你跟着老祖，高深武艺随你挑选。但我不愿意。谁让你生在轩辕家？嫂子，你可知道我大哥去哪儿了？他去哪儿与我何干？这些年啊，让你跟着大哥，真是委屈你了。我的这份心思，嫂子应该知道。三叔你，我那书呆子大哥哪懂得女人的心思啊？人心一生寂寞，我说的对吧，嫂子？放手！大人的事你别管。放开我娘！你别动他！世子，轩辕家门客众多，既然要上山，要不要把凤子营带上？我游览灰山，不管结果如何，都还要退路。要是把凤子营带上，性质就不同了。那怎么不让小王爷跟着？真动起手来，怕他收不住。明白没？你觉得要踏平这座山，需要多少人？已经足够了。长幼尊卑，以后可得记住了。嫂子，咱们聊咱们的。你想清楚后果。老祖宗传话，明日起，轩辕家主的位置就正式托付给我。从今往后，我不用在乎后果。走。这时候走，还有什么资格管你叫娘？你要是再动手，我就打折你的手脚，亲自把你送到老祖宗房里。何苦呢？等等！我若不死，必将杀你。轩。大哥，你从小性子就着急了一点，有些事未到尘埃落定，就先别着急下定论。等什么尘埃啊？等你吗？轩辕大盘赐你丹药了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瞧得出来。老祖宗赐我丹药填充气海，如今我也是指玄境，也算是有资格做轩辕家主了。这般拔苗助长，
实属无根之木，对武道长远有害无益的。那我还得谢谢你提醒啊，这般着急会毁了轩辕家的。那要怎样啊？景轩，你现在离开辉山，退出家族，我留你性命。这么多年，你连这个院子都不敢进，我就是当着你的面，打断了你女儿的手脚，再要了嫂子，你能怎么样啊？天山上下，家族内外都脏透了，这雨下的也算是及时，正好洗得干净。我看你是彻底疯了，你居然敢！这个家族是该灭。二爷，有人看到三爷去了大房院子，起了争执。无可救药，眼里就只有这点破事，去看一眼。二爷，二爷，北凉世子徐丰年正在上山，巡山的门客请示，拦不拦？召集门客。是。原来你会瞒了我们这么多人。没瞒过，是你们看我只念书，便认定我是个废物。读书就能读出真气内力，差不多吧。终于要出手了，不破不立。辉山已经被轩辕大盘带上了一条岔路，今天就由我来拨乱反正，重归正途。好大的口气！论武学，你跟金玉加在一起都比不上我。那就把你的天赋拿出来瞧瞧。你是指玄，我便以指玄镜杀你。这怎么可能？空有功夫，缺了心境，枉费了这拔苗助长的指玄镜。景轩，你刚才这一掌，还比不过北凉世子那一刀惊艳。东老大哥，我去和老祖禀报。轩辕家说，应该是你。我会杀了轩辕大盘的，家族复兴得留几条性命。我给过你选择。东老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。我去和老祖禀报，轩辕家属应该是你，轩辕家属应该是你。死了。
好汹涌的江湖啊！自此而上，便是我轩辕家私宅。敢问世子因何上山？这儿离那老头的贼窝还有多远？不算太远，再往上走就是古牛架，那处有块平地，是为大雪坪，轩辕大盘就在那里。就瞧瞧这古牛将大雪坪的风景。李淳刚，世子，这是要马踏灰山吗？你看我带马了吗？古牛将，乃我轩辕一族老祖所在，不容外人涉足。下雨了。什么？有伞吗？借来用用。每年酿的一坛当归酒送过来，当真一口都没喝。忍到现在才敢出手。这酒确实不错，可以尝一尝。不是不敢，家族确实亏欠了轩辕大盘。本来这个老祖算是镇住了灰山，可没想到他竟动了这样的心思。怎么？小人只是来通传消息，徐凤年已经到达山门，二爷率领众门客正在与其僵持。来了就好，你去吧。是。你把徐凤年带到古牛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徐凤年要对轩辕大盘下手。清风，以后你娘就交给你照顾了。轩辕进城，你去哪里？古牛将，大雪坪，圣人有云：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这陈年旧物，是应该要扫一扫了。您要动手，他是天象境。管他什么境，谁都不许动我女儿。这辈子娶你，我不后悔。伞可以给世子，还请世子返身下山。我今日要是想看风景，就必须看到。麻烦让路。这儿不是北凉，拦住！爹要跟天象境动手，徐凤年又怎么会上山？自然是为你请上山的。为我？轩辕大盘如果死了，凭你个人之力，无法接掌灰山。前提是轩辕大盘死了。他若未死，你可以跟徐凤年下山。我要带他上古牛将。娘，您不上古牛将吗？不去了。万一爹真的杀了轩辕大盘，您不想亲眼看看吗？你忙你的吧，娘想一个人静一静。
人生当苦无妨，良人当归即好。我家世子要上山，烦请让路。